另外來看，這大甲媽廖景回鑾是按算今日下暗會佇中華寶島的電安宮來主駕，沿途這信眾除了是提供食的以外，嘛有這獨立冊店是開放空間，讓人會當佇內底來歇眠。另外，即馬為着要避免擱再發生衝突，中華的警方也加強戒護。2026年大甲媽廖景進香拜祀正日第6天，媽祖鑾轎已經回鑾到彰化縣，因有不少民眾準備食米，有學生啊泡咖啡和隨香的信眾享用。我們華南國小的特色是咖啡，所以我們今天來到有冊店泡免費的咖啡給香客喝。我們是先去彰二教會，然後服務，然後今天又剛好碰到這個大甲媽的繞境，也讓我認識到台灣的宗教的多元性。因會用較有自信心啦，然後較會用知影講人甲人接觸之間，其實面對面安尼會用有更多的那種情感的交流。學校表示，這擺的課程主要是要培育學生啊服務的精神，有升起在地中老教會服務。這屆是趁機會泡咖啡，和大甲媽隨香的香客啉，認捌台灣的多元宗教文化。啊，那拜祀暗時，大甲媽祖會駐駕佇寶島電安宮附近的街仔路已經鬧彩彩，在地獨立冊店嘛特別開放空間，要讓香客休困。大甲媽來寶島，基本上就是為阮細漢的時陣。就是一個足鬧熱、足特別的代誌。阮為舊年開始，咧冊店當咧裝潢的時陣，就想講，咱有便所、有浴室，啊有一個空間，會當互大甲媽的迄個香客來遮歇困。大甲媽廖景進香回鑾的隊伍，拜祀為雲林西地進入彰化縣，接落來拜五會駐駕佇彰化市的天後宮。滿月進前，媽祖鑾轎佇彰化市捌發生2擺的衝突事件。彰化警方表示，已經加強維安的人力，絕對會嚴格查辦任何暴力的行為。記者楊淑靜彰化報道。